先不配合检查。哦。同志，这里现在一起赶紧法医法医官部队，请你熄火，配合检查。请配合检查，配合熄火，配合检查。好。配合熄火，下车配合检查。到这儿了。配合眼睛不要动，配合检查。放过去。配合检查，检查室。我来宾。配合检查。放开。放开我。放开我。好了，多谢。车子带领人员一边，法院人员在车辆前来进行消毒。好，离开车辆，检查。